再来看，这礼拜六高雄有一个民众赛车，明明是无弄到人，所以一个骑奥多拜的查甫人录起来，讲互伊弄到，要求3000块的赔偿。这个驾驶的赛车的民众就互伊500块，嘛去派出所报案。后来警方是查到讲，这个查甫人用同款的手法已经骗袂少人咯。对监视器的画面来看，车根本无弄到人，是家己假跋倒的，所以嘛提醒民众就要特别注意。 3点半，白色货车伫车顶倒外，有一个查甫人骑奥多拜对伫边啊。货车驶走了后，奥多拜就开始害，落尾伊喙又去甲啄，指控货车甲压着，要伊赔3000块。后来是因为我去报警，警方那边已经有案底了，才知道说他这个是惯犯啊。我的用意是想提醒其他人不要再受到这样的伤害了，因为如果没有遇过的话，确实是会很慌啊。 赛货车的老先生表示，对方甲伊掠两个路口，伊也无感觉到有甲压到。看别个也是看到这个查甫人骑奥多拜骑无载着累残，落尾有甲伊掠来要讨赔偿，也因为一直甲哥哥甜，就先互伊500块。烦恼讲会防震定是车好多走，就去派出所报案，落尾要去路口调监视器，却发现讲这个骑奥多拜的查甫人根本就无安怎，才有可能是假跋倒要讨赔偿。看那个碰撞的力道嘛，如果碰撞的力道很大，那当然就是真的嘛。但是有些很像你一看就知道，它其实就是。 轻轻擦到，但他就是假装很严重，对，那个就比较像假摔这样。怕对方指责肇事逃逸，特来告知警方上情。为该名男子向警方表示不愿意追究。老先生表示，无要追究这案件是无成案。警方表示，若当事人愿意搁再报案做笔录，会当依照涉嫌诈欺罪，甲假累残的查甫人移送法办。也提醒民众，若准当着类似状况，就要报警察，千万唔通私底下和解。记者综合报道。